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有毛食到脏水，无毛食到凊腿。意思是人为贪念无强，无所不食，无所不贪。其实大地万物真丰富，已经有够用啊！只要人会当去除贪念，大自然就使免受伤害。啊，讲到脏水，这是农业社会互满，无像现代互满遮勤勉舒适。啊，若是讲连脏水凊腿拢想要食，迄就真正贪心了有较过头啊！啊，当然这是一种的比论。依照星座专家研究，较有小批人行为的星座，分别有白羊座。白羊座人真爱摕人的净sản品，啊，巨蟹座人真享受买到赎回欢喜。讲到尾就是爱抬价。处女座的人听到百货公司咧大拍卖，也是讲有净sản品，拢是冲第一。今日这讲的俗语是：有毛食到脏水，无毛食到凊腿。